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约翰福音第13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慧兰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让我们同心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在这个清晨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保守我们一夜的平安，赏赐我们新的早晨、新的恩典。主啊，当我们预备一起来共读你的话语时，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眼，使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不只是停留在知识上，更能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行事为人的指引。主啊，清晨是安静亲近你的时刻，求你除去我们心中的烦忧、疲倦与分心，让我们专心仰望你。我们也为今天的生活向你交托，求主保守我们，不论在工作、服侍、家庭，都有主的恩典同在。若我们心中有软弱忧虑，也求主亲自安慰与扶持，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重新得力。愿这清晨共读的时间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滋养。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阿们，谢谢。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5章，看见耶稣所行的第7个神迹当中的第3个，就是医治毕士大池边的瘸子。那这第3个神迹，前面的故事看起来觉得很新鲜，但是后面耶稣所要给我们的教导呢，却是很含义深远。那除了耶稣显示耶稣他高于天使，因为只有天使能够去搅动这个毕士大池的水，让人得医治。那也显示出耶稣他高于中保，就是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还有耶稣他高于安息日，因为昨天我们看到关于安息日的问题呢，现在被用来定耶稣的罪。就是他们找出凶手，就是干犯摩西律法的凶手，就是这个让瘫子叫他起来行走的这个耶稣。那又看出耶稣他不仅高于安息日，还高于颁布律法的摩西。所以这一连串呢，就是在让我们看见耶稣他的权柄以及他的使命是从哪里来。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第5章的中间，关于耶稣他被质询的时候，人家在质疑他的权柄从哪里来。那我们先请慧兰执事带我们来读从16节还有到18节。16节，他们开始迫害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治病。耶稣对他们说：“我父亲一直在工作，我也照样工作。”这话更使犹太人的领袖决意要杀害他，因为他不但破坏了安息日的戒律，而且说上帝是他的父亲，把自己当作跟上帝平等。以上。谢谢。那在这个摊子呢，把耶稣给拱出来之后呢，那耶稣呢就暴露他的身份，他必须被质疑、被挑战。这也是耶稣他的服事呢，变成是公开的。那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那第一个质疑的就是你为什么在安息日违反规定？那耶稣的回答是17节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这做事呢，他的意思就是工作。那耶稣他说他的父亲一直在工作，到如今就是说这工作没有停。
那这个工作对照就是安息日，因为安息日不可做工。但是耶稣就说，耶稣从设立了第7日安息日守为圣日。好，那这圣日呢，虽然上帝创造世界，好，那息了他的工作，好，是安息，但是安息日是要使人进入安息，但是不是说安息日就不做事情。那但是现在耶稣呢，不仅是回答安息日，还把自己的身份呢一并诚实的回答，就是安息日上帝都做工，所以耶稣是跟着上帝继续做工。第二个呢，耶稣跟上帝跟我父，这个父呢是自己的父亲或是祖先，那但是耶稣是用第一人称单数，我的父亲。那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可以接受的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在天上的父。那这是他们是一个把上帝当成是大家的父。但是现在耶稣把上帝变成是自己的父亲，在犹太人当中呢是很少，也几乎是没有，他们会觉得这样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了。所以显出他们这句话呢，让犹太人更加的愤恨，原来就已经对耶稣说你破坏安息日的这个规矩，现在你又说了僭越的话，那等于是更加惹起这一些的法利赛人他们的仇恨。那安息日是上帝所设计，是为了让人不是永远一直工作，而是能够在工作中有一个节奏，有一个规律，能够来寻求神，不要忘记神。但是犹太人呢，却在安息日当中表面上没有工作，可是他们也没有在寻求神，他们在眼睛都在看人，谁违反禁令，谁没有守安息日，所以也没有把神看在眼里。那今天我们的基督徒虽然没有安息日的律法，但主日上教会，我们也会有类似像这样今天谁没有来教会，谁没有来做礼拜，那有点像是这个法利赛人，但是在安息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专注的敬拜神，而不是只有在人的身上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耶稣挑战犹太人他们的这些传统，安息日的传统，那他用在安息日医病，在安息日赶鬼，在安息日做工掐麦穗等等，来挑战犹太人说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做的思维。但因为耶稣这句话呢，使犹太领袖决意要杀害他。所以在马可福音第3章呢，他们就已经决意要杀害耶稣。约翰福音第5章呢，也决意要杀害耶稣，因为他破坏律法，还把上帝变成是自己的父亲。然后呢，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就是把自己跟上帝呢当作是同等的，平等的，就是跟上帝是同一个 level 的。那这句话不得了，虽然字面上来讲没有立即的这个干犯律法，但是呢，在这个意涵上来说呢，已经使这个犹太人整个神经都紧绷起来。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在安息日，但是在安息日他们审问对不起，不是安息日，就是后来耶稣在圣殿遇见了这个人，那这个人抖出了耶稣之后，耶稣被叫来审问，那叫来审问之后呢，耶稣变成了这些犹太人想要杀害的目标。那所以我们要继续看下去。好，那耶稣呢跟这些犹太领袖的对话，那再请慧兰姐带我们来读19节到23节。19节，接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郑重地告诉你们，儿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看见父亲做什么，他才做什么。父亲所做的，儿子也照样做。父亲爱儿子，把自己所做的指示儿子，他还要把比这更重大的事指示儿子，使你们惊奇。父亲怎样使已经死了的人复活，是生命给他们，同样儿子也要随着自己的意识，是生命给人。
父亲自己不审判任何人，他把审判的权都交给儿子，为要使所有人都尊敬儿子，像尊敬父亲一样。那不尊敬儿子的，就是不尊敬差遣他来的父亲。以上。谢谢。那接下来这一段呢，就是看起来很长但是其实意思很简单，但是因为我们太长，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得太快，然后就把这当中的意思就把它忽略。那这也是约翰写约翰福音的一个特色，就是他能够把耶稣的教导能够深入在文字化，同时又把这个意涵呢能够有层次的用对照排比的方式让耶稣所说的教导能够更明确。那这是约翰他所要写约翰福音的一个目的之一哦。那耶稣就对这些审问他、质问他的人说：“儿子不能凭自己做什么，是因为看见父亲做，他才做。父亲所做的，儿子也照样做。”那所以虽然现在刚才前面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好，现在说儿子就是子啊。所以耶稣给了一个这样子的次序。耶稣所做的并不是他自己做的，他要告诉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他所做的呢，是因为他先看见天父所做的，就是在安息日治病，在安息日使人得释放、得自由。那所以他也照样做。所以耶稣在所做事情，在人来看是冲撞传统，但是呢，对于耶稣来讲，他为什么敢做？因为他看见上帝这样做。父亲爱儿子20节，把自己所做的指示儿子，所以耶稣所做的其实不是他个人，而是来自神的指示。他还要把比这更重大的事指示儿子。所以这是现在耶稣要进入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在安息日医病其实还是小事，那比医病或是摩西律法更重大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个更重大的事情就是要使你们惊奇。21节，父亲怎样使已死了的人复活，赐生命给他们，同样儿子也要随着自己的意思赐生命给人。那这个关于复活，好，那这个尼哥底母有来夜里求问耶稣，问什么是重生？那在约翰福音的第2章，那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呢，他说他要在3日内重建。那时候后来门徒约翰才知道说3日内重建是指耶稣复活的事情。所以这里可以说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第一次提到复活这个字。那所以更大的事情呢，不是安息日律法的问题，而是复活。但是在复活之后呢，不是复活就闲闲没事，复活是要来面对什么？是要来面对审判啊。所以22节，父亲自己不审判任何人，他把审判的权都交给儿子。所以复活下一个程序次序就是要进入审判，而在审判呢，也不是上帝在审判，是儿子在审判。所以这个门徒约翰就像在写启示录一样，让我们看见这个启示录天上的异象，让我们知道说耶稣复活将来要从天上从父那里再临，审判所有活人和死人呢。所以这个审判的开庭呢，坐在这个审判席的审判长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们要看见更大的事情。如果现在只看着安息日，一天到晚就是盯着谁有没有守安息日，其实这个是太小儿科。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也是一样，我们如果只有在每个礼拜天的主日看谁有来谁没有来，看谁奉献多少，看谁没有奉献，然后我们都在看在人的身上，但是我们却没有在看神敬拜神，那却没有预备好，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失去了这些准备的时间和机会啊。23节，所以上帝为什么要把审判都交给儿子呢？是因为要使所有的人世人
都尊敬儿子像尊敬父一样。所以人应该拿出态度来对这位审判长，至少看到他也要礼让3分，也要对他鞠躬道谢，至少在他的面前也要表现的规矩乖一点。但是那些不尊敬儿子的，不尊敬耶稣的，那就是不尊敬差他来的父，就是差遣他的父亲了。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他把更大的事情指给他们看，是因为他看到父亲所做的，所以他也做。那父亲不仅是做这样的事情，父亲还要让儿子做更大的事。那这更大的事就是复活及复活后的审判。那但是这个事实揭露之后呢，人对于耶稣的身份，要是敬重他，要么就是忽略他，看轻他。那凡接待他的，他就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所以这是耶稣他在自我介绍。好，那再请慧兰姐带我们来读24节到最后的30节。24节，我郑重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那一位的，就有永恒的生命。他不至于被定罪，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郑重地告诉你们，时刻将到，现在就是了。已死的人要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那听见的都要活过来。正如父亲本身是生命的根源，他也使儿子成为生命的根源。他又把执行审判的权柄赐给儿子，因为他是人子。你们不要为这事惊讶，因为时刻将到，所有在坟墓里的人都要听见他的声音，而且要从坟墓里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命，作恶的复活被定罪。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审判，而我的审判是公正的，因为我不寻求自己所要的，只要实行差我来那一位的旨意。以上。谢谢。那审判这件事情呢，其实在约翰福音前面也有透露过，就是这个尼哥德慕跟耶稣的对话。那神爱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3章，然后在17节说，神差他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定世人的罪呢，也可以有的翻译说审判世人。所以审判这件事情呢，但是在第5章这里医治毕士大池子旁边的瘸子，耶稣提出重点，就是他要复活，他要审判。那这审判呢，他是上帝天父给他的权柄那在审判的权柄之下，尊重耶稣，人要怎么回应呢？耶稣的回应说，不是要人尊敬他，看到他跟他问好，跟他鞠躬，跟他下拜。耶稣说，要回应他，就是要听24节，我郑重地告诉你们，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的那一位，就有永恒的生命。所以耶稣所要人做的呢，就是第一个要听耶稣的话。好，那这也是约翰福音后面主的羊听他的声音，他也认得他们的声音，还有信所差耶稣来的那一位就是对上帝的关系呢，是要用信心，不是要用行为，是要因信称义。所以耶稣给世人的2个重点，就是第一个要听，第二个就是要信。当你听到信到，就有永生，就得着生命了。所以在这里呢，也揭露出了永生。同样在尼哥德慕的时候呢，耶稣也已经透露过了，信耶稣得永生。但是从这里开始呢，耶稣呢也郑重的告诉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说他所带来的礼物呢是永生，这是更大的事情，的程序，从复活、审判，然后进入到永生。好，那而且呢，永生呢，
有永恒的生命。后面说24节后面说，他不至于被定罪，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永生的特色、特质、特点是什么呢？在永生当中，我们不会定人的罪，也不会被人定罪。就如同新约的妇人，有没有人定你的罪？没有人定你的罪，你可以平安的回去，不要再犯罪。那同样，我们在教会当中，要享受在地上如同在天上的生活，就是我们不要去定罪，也不要定罪别人，也不要定罪自己，因为耶稣都不定罪我们。我们不要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当然，有些事情是有公义，有些事情是不对的，还是要不能够假装没看见。但是在这个分别善恶当中，我们不要让人绊倒，然后让人觉得他已经沉沦了、堕落了、没救了，而是要相信神爱世人，在罪的当中，人可以依靠神，从罪当中出死入生哦，就是可以在复活之后通过审判台，不进入到阴间的硫磺火湖，而是能够进入到永生天上的耶路撒冷当中。25节耶稣说：“我郑重的告诉你们，时刻将到，现在就是了。”所以我郑重就是实实在在。那在约翰福音当中，这里应该是第6次讲到实实在在。那就是实实在在意思，我们前面有讲过，就是阿们阿们。那特别跟尼哥德慕的时候，耶稣也是用这个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郑重的告诉你们。所以当耶稣在讲这些话，对约翰来讲，为什么他会记得这么清楚？因为这是耶稣郑重强调阿们阿们的教导，就是听24节，已死的人要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那听见的都要活过来啊。好，那在和合本当中，25节就是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好，那这个死人呢，在这个意思来讲呢，上下文来看呢，不是指这些在坟墓里面已经躺着埋葬的死人。这些死人呢，是灵性死亡的，就是没有跟神有正确合一的关系。所以这些死人就包括现在在听耶稣讲话的人，这些犹太人，这些宗教的领袖，因为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呢，已经因为灵性死亡，有听，但是没有信，所以他们一天到晚在听上帝的话，可是他们没有拿出信心来正确的接待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审判长，是父所差遣来的，所以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来讲，还是堕落，还是沉沦。所以耶稣说要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就是耶稣他自己的这一段的教导呢。那听见的就会明白，就会接待信他的名，并且接待他。26节，正如父亲本身是生命的根源，他也使儿子成为生命的根源。所以父怎样自己里面有生命，也照样赐给他儿子自己里面有生命。所以里面有生命就是生命是从他里面出来的。所以神的生命是后赐生命给万物。那同样耶稣也是乐意把生命给人，就如同在第4章凡谁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到永生所以这个永生呢，就是耶稣所赐的，就是让人他有得着生命的泉源。所以在这里耶稣也再一次提到自己就是跟神是同等的。那而且27、28，上帝天父又把执行审判的权柄赐给儿子，因为他是人子那他是人所以他为什么审判人呢？因为他跟人一样他知道人心里面的事情那这也在约翰福音2章25节说，不用谁也不用谁来证明人是怎样，因为耶稣他自己认识人的内心强调耶稣跟我们一样都是人，从母腹当中所生有各样的七情六欲生老病死。
但是呢，天父呢把这样的审判呢，交给了人子，因为他知道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你们28年不要为这事惊讶，因为时刻将到，所有在坟墓里的人都要听见他的声音。那在这里指坟墓里的人呢，就是写过去的人，这就是指已经死去的人，所以跟前面那个已死的人，死的人，就是灵性死亡的人呢，就是包括所有的人都听见耶稣的声音。所以耶稣受死埋葬，下到阴间，在阴间呢也会听见耶稣的声音。那在阴间听到声音之后呢，29节要从坟墓里面出来，所以审判一切的活人死人，在使徒信经当中我们所宣认的就是耶稣，他也让在活着的人有机会听见福音，已死的人也有机会听见福音，听见耶稣的好消息。那行善的是复活得生命，作恶的是复活被定罪。好，那之前有讲过，再讲一次，就是说在犹太人对应该说圣经当中对死亡这件事情呢，我们认为的死亡不是真正的死亡，圣经认为这是睡了，而且是在阴间，在阴间等候。好，那等候呢就是神的儿子再来。所以在等候这段期间呢，那在彼得前书也有说，神也借着这个灵到阴间传福音给那些从挪亚方舟被禁锢在阴间的人。所以我们会怀疑说，我们有一些人从小，或是有一些人还没有听到福音就离开这个世上，那他们也没有犯罪，也不是不相信耶稣，神难道不爱他们吗？那我们可以知道，或许在阴间有阴间的工作，但是我们不用去为神担心，因为在阴间的人也是神所爱，神所要寻找拯救世上的灵魂。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握在世间活着的时候，在光明中，在白日中要来做主的工。好，那所以这些不管是活人死人，在将来的耶稣启示录当中，耶稣人子再来的时候呢，号角吹响，7碗7印，然后7个号，然后揭露的时候呢，那这个审判就开始。在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当中呢，就是最后的时刻，时刻要到。那时刻要到呢，复活做行善的复活的生命。但是这个行善呢，我们会把它看成是一个做好事积功的，做这些好的事情，得生命做恶就做坏事。不过这个行善的确在这里它也意思就是说你有好的行为好的表现，但是这里要强调是有信心也要有行为，但是信心是让我们明白上帝的关系，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信心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而是不是说我们做看起来我们自己喜悦的事情，但不确见的是神所喜悦的事情。那虽然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是没有律法来禁止，这些都是好行为，但是呢，行善能够通过审判的关键，就是要相信耶稣，听见耶稣的声音，还要相信他是神所差来的。作恶的是在复活之后被定罪。最后一节，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审判，而我的审判是公正，因为我不寻求自己所要，只实行差我来那一位的旨意。所以耶稣非常诚实完整的回答这些法利赛人问他的问题。那这些宗教人士问耶稣，你为什么在安息日叫人家拿褥子起来走？你不知道这样是叫人家在搬家吗？在工作吗？你这样是违背摩西律法。他们只想要知道你怎么回答，然后要定他的罪。但是耶稣却送给大家一个礼物，就是揭露他自己，听见人子的声音，听见基督的话，让我们知道信耶稣的人可以得着永生，是经过复活，经过审判，这样的大礼物呢？但是有多少的人会把它当成是礼物呢？今天这段经文呢，那我们再把它做一个整理，就是19节说，耶稣所做的不是自己做的，是父亲做，他也做。20到21节说，父亲叫死人复活，
人子也能够让死人复活。因为22节，父亲将审判的权柄交给儿子。23节，我们尊敬儿子，就是尊敬父亲。24，相信儿子就是相信父亲，就得着永生。25，听见主的声音变活了，好，是这些跟神的关系像已死的人。26到30节，好，父亲的生命在儿子里面就可以来得着。所以这个圣父圣子好的关系非常的紧密。好，那到后面15章好会在到17章15、16、17好会再来介绍圣灵。好，所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关系呢，好会紧密到一个程度，就是无懈可击。我们似乎找不到一个可以切开他们的一个机会啊。好，那今天这一段的圣经的金句，我选26到27。正如父亲本身是生命的根源，他也使儿子成为生命的根源，他又把执行审判的权柄赐给儿子，因为他是人子，跟我们一样都是人。而今天这段经文让我思想，世人以为耶稣很好欺负，把他叫来问一问，然后呢，甚至用这个宗教的权柄，准备要修理他。殊不知道他的身份呢，是一位审判长。时候将到，耶稣将公正的审判，行善的复活得生命，作恶的复活被定罪。每个人个人所作所为都将要付上代价。而今天我们要欺负耶稣，还是要尊荣耶稣？我们听见耶稣的声音，我们都要做出选择。而我要如何帮助人不要错看耶稣基督呢？今天的祷告，求神开启我们的双眼，看见复活的终极审判，而不要错把救主当成肯德基爷爷，总是笑笑的，然后胖胖的，什么都没有关系，而是要知道他是这个在启示录当中那一位将要来审判我们的人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第四大池安慰之村当中，安慰之家当中，我们能够学习功课，来认识耶稣基督的身份。他真实的身份不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也不是玛利亚的儿子，他真实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子，并且是在做上帝所差遣来一切的工作，是为了要拯救世人，是听见他声音，听见他道理，听见他信息的人都能够明白相信他，并且呢来接受他来得着天父要给世人永恒的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奥秘，也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这样的真理。不仅我们个人明白，也帮助我们身边的人、家中的人都能够来明白这样子上帝的礼物，使我们都能够进入到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祝福当中。恳求你的圣灵继续动工，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为永生做美好的工，做美好的见证。因为天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们要继续做事。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慧兰姐，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大家谢谢牧师，平安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谢牧师。平安，谢谢。平安，这是神所赐的一年。平安，平安，平安，这是神所赐的。